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分享星開題，我分享嘅 Angel，今日會帶大家去到沙田第一城，係一個市場罕有、實用面積707尺、間隔實用嘅3房1套，有企理裝修嘅優質筍盤。以下落嚟會先有屋苑嘅詳盡介紹。沙田第一城位於沙田市地段1號，毗鄰城門河畔，係新界區第一個最大型嘅私人發展項目，一共有52座，共有7期，由1980年至1987年分階段落成。物業樓高27至34層，實用面積由284尺至853尺，提供多種戶型，分別由2房至3房套加工人房。全個屋苑合共有10,642伙，發展商分別有恒基、新世界、新鴻基、長江同百德置業合作興建。屋苑嘅商場名為置富第一城，一共由2座獨立嘅購物商場組成，佔地414469平方尺，提供多個店鋪、食肆及超市等一應俱全。屋苑內仲設有街市。下網為沙田91區，有幼稚園、小學及中學，地靈人傑。至於交通方面，由屋苑步行去馬鐵站只需約4分鐘左右嘅路程，仲有多條巴士路線及小巴路線，來往各區都十分之方便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7期，實用面積707尺，單位係3房1套嘅間隔。單位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。客廳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牆身夠闊，可擺放多個儲物櫃都冇問題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可擺放4人餐台，間隔方正實用。廚房面積寬敞，廚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可以同時放到雪櫃同洗衣機。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。第一間房可擺放單人床同衣櫃。第二間睡房同樣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第三間睡房係主人房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之外，可以擺放一排衣櫃。主人房有獨立嘅洗手間，同樣有窗，空氣流通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